先至1個月就吸咗成面嘅貓毛，仲係雙面，養寵家庭必備。防毛 Killer 空氣守護者 Double Clean 寵物級淨化機 Pro，2025年最新推出，機身更加迷你慳位，淨化能力就 double， 四面環吸超級犀利，每個鐘全屋換氣可以達到7.5次，12個風度環吸 keep 住新鮮空氣，加大風度口，啲團毛一樣照吸無誤。每個鐘449立方米颱風級風量，超級靈敏空氣檢測，配合超大數顯屏空氣質素，一眼就睇得到。頂部有貓抓板設計，貓貓玩嘅時候仲可以吸走浮毛添。跟機附送擦毛器，從源頭解決貓毛問題。包裝盒都好貼心 ，DIY 貓窩超環保，仲有各種專門為養寵物家庭設計嘅細心位，使用超安心。高顏值迷你機身，全屋邊度都可以放。你吸貓，我吸毛 ，Double Clean 淨淨寵 Pro。